是咁的，就到中秋，睇住班網民係又屌，唔係又屌，話咩中國航天科技淨係識偷呃拐騙，我真係火都嚟。你係讀史片噶，俾西方嘅洗腦教育搞到連基本嘅歷史事實都唔識啊！今日我就要話俾你哋一個不容爭辯嘅事實：中國嘅航天技術唔係領先幾十年，係領先全世界2000年。包戇鳩仔成日追美帝1969阿波羅登月，懶係威咁。1969柒頭，中國喺公元前2000幾年前已經成功執行載女登月任務。執行任務嘅太空人嫦娥同志，佢係全世界第一位，亦都係史上第一位女性太空人。NASA 嗰啲女太空人全部都要行埋一邊，叫佢祖師奶奶。美帝用成支巴黎鐵塔咁撚大嘅土星5號火箭，燒幾百萬噸燃料，先勉強送3條友上軌道。中國呢？中國古代科學家已經研發出超高濃度單劑式嘅生物推進藥劑霰彈。嫦娥同志當年拍咗一粒，就擺脫地球引力，直奔月球。成個過程冇污染、冇噪音、冇殘骸，呢啲黑科技，呢啲 clean energy， 美帝拍馬都追唔上啦。美帝嗰次登月，留低一支旗、一堆腳印同埋幾包太空人嘅屎尿屁，玩咗幾個鐘就躝翻地球。垃圾！中國啦，直接喺月球建立永久基地趕航工。基地入面仲有長期駐守人員吳剛同志，佢長年累月負責劈月桂樹，進行月球資源開採，為基地提供建設材料同埋能源。美帝任務仲有我哋嘅生物醫學同埋科研部主管玉兔同志，佢負責喺月球上面進行藥物研發，利用月球獨特嘅環境培植珍貴藥材。NASA 班友仔仲喺度研究緊月球啲塵有冇毒。中國已經喺上邊開咗幾千年嘅實驗室，所以話你哋真係要讀多啲書，唔好再俾西方嘅假歷史荼毒。中國自古以來就係看天強國，呢個係鐵一杯嘅事實。今年中秋，當你哋食燈籠玩月餅嘅時候，唔該懷住一顆感恩同埋敬佩嘅心，記住月亮上邊有中國嘅驕傲、中國嘅太空基地同埋偉大嘅嫦娥同志。完。